新聞一開始先看中東衝突擱再擴大，以色列是加強攻擊黎巴嫩攻佔900年歷史的戰略所在波夫特城堡，升以色列國旗。同一天也擱再針對城市泰爾發動空襲，雙方的停火協議等於是完全無效。以色列軍隊5月30日成功把黎巴嫩南部的波夫特山頭拍落來，而且佔領山頂的波夫特城堡，同時插以色列國旗。這也是以色列在西元2000年對這個城堡撤離了後，26冬來上侵入黎巴嫩南部的一屆軍事行動。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,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.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. 波夫特城堡是12世紀起的，屬於12軍出征時期的古堡。在過去正10冬來，一直是中東衝突的大戰場。以色列捌在1982年開始對黎巴嫩進行18冬的軍事佔領，迄當陣就把這座城堡當作是重要的軍事基地，一直到2000年撤軍。波夫特城堡因為起佇真懸的所在，看落去就是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的納巴蒂的地區。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茲表示，控制這個城堡就是要毀掉真主黨佇山頭的軍事基礎設施，而且把這塊地劃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安全地帶，消除對邊境居民的威脅。以軍在東港也繼續空襲黎巴嫩第4大城泰爾，上無造成14個人死亡。雖然以軍空襲進前有發布撤離警告，也毋過完全無予人撤離的時間。內國政府批評以色列互衝突加懸，同時也講透過對話達成停火代價會較少。المفاوضات مضمونة النتائج بالتأكيد لا، لكنها الطريق الأقل كلفة على وطننا وشعبنا مقارنة بالخيارات الأخرى اليوم。進前由美國等外部勢力敲好的幾個禮拜的停火協議，因為欠一個真有力的約束，佮加上真主黨態度正硬，以軍同時也繼續空襲加沙地區，已經讓這項停火協議親像一張廢紙。公視新聞簡冠慶編譯。